心，天天开心，天天笑甲规下晡。阮的笑亏是满仓库，剧情趣味是一步又一步，来又来又入来遮济，入来遮济，公娶孙，爸娶囝，翁娶某，妹娶兄。小鸟你大听，阿公啊伫遮坐，阿婆真歹势，阿公啊对阿婆搁生一个宝贝，阿婆才知是阿公啊看天天开心，暗爽在心内，天天开心，天天开心。欢迎收看《天天又开心》。咱今日要甲咱观众朋友讲的，就是讲霸凌。哦，这真严重。霸凌什么意思？霸凌就是哦，囡仔叫人求。对对，即摆毋是讲干那伫咧校园呢，即摆发生拢伫咧这个校园。对，这个叫校园霸凌。即摆呀，迄囡仔拢安尼个，咱成群结党。对啊，几下会拍一个啦，甲领地一个安尼。是啊，所以拍无够严，我可以叫5口的社会人士过入来拍。安尼变社会事啊咧。哇！但是校园内底就是校园霸凌啊，对无？囡仔安尼伫学校就去用欺负啊。是。讲到这，我嘛有捌去行欺负过呢。你？我嘛捌行霸凌呢。你捌去用霸过？你安怎红领？无遐艰苦啦。就是这毋知算是毋是啦？就是讲以前读册时阵啊。啊，要去福利社嘛？唐丽，你帮我买一罐仔饮料。啊，结果客拢无互我钱。啊，这好多霸凌哦。系啊。啊，那这我嘛真济。你嘛真济哦。足侪人欠我钱啊，我嘛讲多。你这嘛无算霸凌，我这就有影算霸凌。我做兵的时阵啦，迄阵对入去菜鸟啊，迄老鸟甲我求到外点。你要讲做兵的代志？系啊。我跟你讲哦，这小咱再讲。咱先来看趣味的第一局。这问你啥？对是。我这间民宿的头家。我是来住这民宿的人客。哦，是安尼哦，歹势歹势。请问哦，你要住几天？看情形啦。哦，阮咧个人房哦，一间是1600啦，无你1600房顶钱。俗，对。唔免遐济啦，5000先提去。哦，无够，以后再去补。担在。这问的吼，你是要去爬山去？你都还必要？什么意思？哦，
哦，意思讲我管正看安尼哦。当然啦。哦，我住山顶的啦，啊无管啊看。我有重要代志，我要先出来者。啊，你要出去啊？哦。你要倒？你甲管。哦。哎，你看啥？我想找来房间休困讲。唔知影，唔好后边乱看，对无？哎，提啊，哎，拄则迄个卫生是要来带妹的哦。有你什么？啊，看起来都无啥成功咧，小可头壳阿达阿达咧。你哦，唔好甲咱笑人啦。我看卫生哦，身体个勇敢那牛咧。你若食甲人安尼血素，我看哦，规组歹了了，哩哩落落啊。哎，啊，你唔差不多？嗯。吼，切咧，你笑白白啊笑起来哟。等一间腹肚即马开始拄出来吼。吼，差不多啦，免管了这个。来，啉茶啉茶。啊，恁姐咧？哦，出去办代志啦。规工干咧咧办代志，啊，不管是穿甲安尼花里白鸟，吼，袂输。我你讲啊，这敢若画虎地共款的啦。你哦，你着上后咧，骹上后咧骂皇帝啦。啊，你若叫小好，无当下面头前讲啊。你来我嘛相反照安尼讲啊。哦，姐啊，你来哦，这个钱我给你咯。无啦，滚来，我是滚装笑的。恶人无胆。你嘛来啉茶啦。这无路用。谢谢。一个好就好。有着伤无？无要紧啦。哦，较佳哉，我甲你的骨捡起来。哎呦，这是啥？其他人唔捌，莫后边乱看。哦，来过来呢。再叫。阿表。看你敢若，唔是这庄仔台的人呢，你应该外地来的吼。外地就袂使来哦。无啦，会用，当然会用啦。无啦，我是吼，我着好奇无，啊着。教话。阿伯啊，你即摆要倒？我要倒来民宿啊。民宿吼，我嘛开民宿的呢。嘿，你倒一间？倒一间？袂记。无啦，迄个你搁斟酌想者。住伫。倒一间啊？唔知。天天开心，天天开心。糖，下错啊。阿公哥哥，嘿，你个翘班啊吼，点过啊来阮兜啉好茶，到哪区开讲哦？叫你约着，来啦，较济啦。啊，我都吼，你若去上课，啊，我就陪恁姑阿公泡茶开讲。啊无吼，迄敷衍呢，
迄若会哦，久来阿爸会去甲婚照讲话安尼，久安尼哦，你就食啦，我咧讲。哦哟，你若既然吼知影阮阿舅的遮无看，啊无咱规气吼来促成伊甲丽丽一个好事啊！啊，若阮阿舅吼都袂遐无聊，啊，毋过吼嘛是甲你谢谢啦。安尼吼来陪阮阿舅开讲，啊，佮有泡茶。哎哟，你说啥？为你做代志我真欢喜，迄是为着你了，啊无我才不爱插你的。你安怎？阿舅。喂，拜托拜托，先迄教授伤老啊啦，迄拍车的教授爱换一套新的啦。少问啊，我这是咧拍你，还是咧拍糖？当然拍。啊，咱糖都无讲话，你是咧放啥鸟啊声啦？哥哥，喂，我毋是爱讲话，我是听甲善人保想要甲你回答。啥款？安怎？去踢着铁板啊？是无？糖糖，啊我头头吼，咱这有一个新的人客阿伯啊，伊出去行行，小等来吼，你甲带入，我甲安排咱楼骹第一间房间。哦好，啊阿伯伊无随入去房间，啊，佮走出去行哦。无啊，我要甲带入房间，伊就讲伊还有代志，还要出去行行。哦，别讲哦，这有2间民宿啦吼，啊这间哦开心我开的啦，啊这搁1间天天民宿啦。嘿，姐啊。你太细个啦！这是安怎来我敢知啦，我就问阿伯住，伊讲住民宿，我讲哦，安怎想拢想袂起来，哦你都毋知话，我沿路问偌济间来，问到咱遮来，哪会知是住恁家？你老实讲，你有甲欺负我？我若是讲我一世人，我哪能看到你啊？还有糖糖啊，我你甲带入去。好，迄间房间，楼骹第一间，啊，你先入去休困者。哦。这里哦，行，哎呦，哦，哎呦，姊啊，啊，安尼，尼，迄微送吼，看起来甲你熟悉真久啊，看你敢若袂是看到亲人安揽咧口咧咕咕叫安尼哈？我头前袂甲伊熟悉，什么都熟悉真久啊。我哪知伊哪会安尼遐尼激动？姊啊，我是一直感觉这个阿伯吼，头脑敢若无介拄好呢。沿路安尼行转来吼，我若问伊啥物代志吼，伊拢嘿哈吼。我若无就安尼，越头越耳，正看、倒看、顶看、下看，安尼。哎呦，这敢袂讲迄款着着迄款什么老人痴呆症，人讲失智老人呢？安尼落火气哦。这电视有在讲，这敢若袂属于个什么算等于失忆症迄种的啦。哦，哈，这吼简单啦，咱就甲问看伊什么名，啊住伫什么所在，啊联络因兜人甲带转，啊就我啦。对，啊是阮本来较巧，好啦，我要来休困哈。好。我讲，你若讲迄款失智老人，真正足歹溜啦。伊即饭食饱饱吼，一个一间过10外分，就讲，还袂食饭呢。哎呦，啊，就做什么代志了，伊就随过袂去。哇，安尼我看晦气哦。这我捌听人讲哦，这等于这3个半暝菜刀爷咧吼，讲哦要去变数，讲话要去说什么抬价哦，你爱真注意哦。我讲哦，即摆佫住伫恁兜，你要顾好，万一若出代志，你爱负责任。我知啦，啊，毋过这阿伯啊，我看安尼伊毋知菜刀爷啊，为恁遐去啊，甲你扑落去。我有管，你这代志你家顾好，你家顾好，顾好哦。晦气哦。慢慢，你这是失智的老人呢，你敢无看？我身体哪样行咧？头脑足清楚的。看你种是啥？阿伯，休困者。袂使叫阿伯，叫我老大。老大，迄个阿伯啊，不，老大，是讲要来借问的啦。啊，哪会大家吼，哪会对你安尼一寡三心五悔？可能是你家己的问题啊。所以，阮才会甲你讲，你是失智老人，歹势。免歹势。有当时啊吼，有一寡代志啊，我嘛是定下袂记住。人啊，食老啊，就无路用啦。阿伯啊，老大，歹势啦，老大，
咱请教一下吼，啊，恁兜是住伫倒位？啊，你哪会来阮遮哈？我无兜，无到啊，无，规家人死了了，啊，剩我一个孤单老人。啊你，啊是讲我来遮吼，嘿，是要完成一个心愿。这心愿哦，阿伯，无，老大诶，我是讲吼，啊恁厝诶无半人，啊，佮有你诶年岁啊，遮尔细啊，啊你是用啥物来生活？我你靠啥？老你要看金刚呢？这金刚有重量的呢。我就是靠这个生活的。哦。也阁真多还袂学出来。这金刚还有足济哦。啊是偌济啊？哎呀，哟，啊看恁两个面色，敢若唔相信我讲的话就对了。哼！这张啊，是阮金家的装宝图。哎呦，咱敢若定看电影迄款的，哦，迄个总部图嘛，小村安尼吼啊，。所以这就是为遮学出来。内面那个对哦，我甲你讲，这内面啊，迄伫土地，还阁几落百斤还袂挖出来。我甲你讲，你袂使讲咯，我们知道就好咯。你啊，无啦，赶紧出来，叫你紧出来，代志大条，赶紧的。好，是啊，你什么是叫鬼拍着？什么叫代志大条啊？大细啥物代志啦？我跟你讲哦，我去找到一个大金主。无钱啊！啊，你找大金主啥啦？是嫌恁迄间民宿无够大间，要翻的起个较大间的哦。无啦，毋是啦，我是来阮兜大迄个学你送无，迄个阿伯啊，伊是一个大金主呢。毋是安尼哦，啊，佫几啊百啊斤黄金拢还袂挖出来。是啊，你不拢时啊讲吼，我安尼算安尼，小破，钱啊比我较严重，好，伊迄破大条的。这干为了黄金，几啊百斤还袂挖出来啊！我破安尼哦，你我看你破安尼啦，你两条拢破起来，真的啦，伊佫有一堆藏宝图呢。啊，好啦，准做是真的啦，还是共阮啥地带？对啊，啊，咱若甲斗挖出来，咱应该抽迄两成呢。两成是偌济啦？你个算算啊，两成我即摆起价，金啊起价到安尼几啊百斤，一两吼用个差不多10外个。啊！10外个吼，吼！啊10外个到时行路大风，卡床到底可免好惹人呢。对啊，安尼是毋是大条代志？哎，安尼大条，姐啊，紧嘞，问乖乖生意卖做来去挖黄金。等。啊！哦，我讲哦，困懵困歹面茫，世间有遮好康的代志，啥物咧几落百斤的黄金还袂挖出来，你甲我骗啊济，要学恁家己去挖，我还佫足侪代志爱无用吼。喂，无啦，啊你姐安尼啦？黄金足，嘿啊，足济呢。上钱啊！啊，你的消息是有考据啊无？哎呦，一定可靠的啦。安尼算了免啦。算了，咱来甲斗挖黄金啊。哦，嘿啊，安尼好，两人同心。乌土比黄金，嘿嘿。啊，你俩头遐大粒，甲我查掉咧。哦，我是要来报你看。哦，对咩？看物件好像安尼往安尼啊，是咧往偏的哦。我都袂输敢照相咧。这个我想要甲你解释。我甲你讲，才有这种装宝图的标识啊。恁这间民宿，伫清朝时代时阵啊，是一条大圳沟。啊？这是大圳沟。啊，才行出去啊，有一座山，山，按山边落去啊。哦，有一排3层这样大颗的檜起，檜起。哦，黄金就种伫遐。带伫檜起下骹。哇！都位檜起伫倒？可能唔是只，伊学山。哦。啊，我哪拢看无看到牛沙沙。应该迄味会真重，我那檜起的味啊。哎呦，这是装宝图要哪有味啊？哦，是。
心。咱今日吼要讲的俗语就是讲软土深骨啦。对啊对啊。软土深骨什么意思？你知道？什么意思？就是讲迄土软软啊，伫个骨安尼，或者存了你的个性啦。你毋是讲伫做兵的时候拢用球？对啊，迄菜鸟拄入面一翘的啊，上可怜啊。迄个徛卫兵哦，我本来1点落卫兵哦，结果我到点半才甲我接。我加起来半点钟呢。你无定讲20分，你讲赚偌济？你老实讲。无啦，伊都拢有哪去数，有哪去数，啊这个啊足寒呢，那加起来半点钟。有啊，过来吼洗碗，一翘拢洗碗啦，撸涂骹，啊老鸟拢去洗身躯，都啊凉，都啊咧散步安尼呢，啊为出外口食薰。哦，我捌捌呢。哟，你捌无？什么叫用发去洗迄便所？哎呀，更较恐怖。变粪扫啦，啊，佫扫咧装逼。那便所有拢啊放甲有流带啊。爱去撸吼。迄装逼拢老鸟吼，先更新的吼，啊，再剩咧再两公的啊，S 腰带吼，什么拢生毛，再我这菜椒了。干那因早因啊都在地上地笑啦。对啊。因拢无做过这个。咱人做兵菜椒也艰苦。对啊。但是啊，阮做妈妈都爱烦恼囡仔呢，囡仔咧读册都像拄则讲的啊，惊去互霸凌啊。所以呢，咱做时代真正爱对囡仔吼较关心呢。对，因为即摆拢双薪的家庭嘛，还有老爸老母拢出去趁钱啊，啊囡仔也无当啊顾，还有都要死儿童。迄囡仔要死啊！呢，唔死啊！啊，不你讲什么钥匙啦，收洗早收洗。收洗迄个钥匙。哦，钥匙哦。啊，无了便当儿童。啊，是这拢食便当的。伊拢做便当去啊。哦。即摆吼，因为透早出去，到9点外才回来。哦。啊，是大人讲拢无注意因的行为。对啊对啊。对啦，唔知咧创啥嘛。嘿，啊，即摆像迄教育部的呼吁讲吼，恁即三个做人的时代，吼，爱甲恁的迄小朋友教好教好，袂当去学校甲人霸凌。啊，过来就是吼，啊，不管是咱讲霸凌还是学人霸凌，有一个反霸凌专线，0800-200-885，帮帮我。哦，这他这个电话，我这记得条哦。是，嘿，对啦，休一个30分钟又过过去啊，又过要甲恁讲再会咯。对，咱今天天开心呢，要奉劝现代，咱这时大人对咱囡仔的行为啊，以爱之意。